今日我哋要講一個非常關鍵，但又經常被忽略嘅聖經事實。好多時候，當人聽到聖母無原罪，第一反應係聖經冇直接寫，呢啲係天主教後期加落去嘅教義。但係如果我話俾你聽，整個路加福音第一章本身就已經寫成一篇聖經內部嘅證據，清楚指出瑪利亞係新約嘅約櫃，而約櫃本身就必然係純潔無瑕，不可被玷污。如果呢個成立，咁冇原罪就唔係附加教義，而係聖經敘事本身嘅必然結論。第一部分，路加唔係隨意寫作，而係刻意重寫舊約。首先要明白一件事，路加係一位極度嚴謹嘅作者，佢唔係隨便寫故事，而係一位熟悉70言辭譯本舊約希臘文，熟悉猶太經文結構，亦熟悉預表實現寫作方式嘅聖經作者。而喺路加福音第一章39節至56節，即瑪利亞探訪依撒伯爾呢一段，路加做咗一件非常唔尋常嘅事，佢幾乎逐句複寫咗撒慕爾紀下第6章達味迎接上主約櫃嘅敘事。呢個唔係我哋嘅推測，而係學術界公認嘅文學平衡。第二部分，4個無法用巧合解釋嘅平衡證據。第一個平衡，起身前往猶大山區。舊約撒慕爾紀下6章2節話，達味起身前往猶大山區迎接上主嘅約櫃。而新約路加福音1章39節話，瑪利亞起身喺嗰啲日子裏面往猶大山區去。唔單止係起身前往，連地點都一樣，猶大山區。呢個係第一個警號，路加正在刻意召喚讀者記起約櫃。第二個平衡，完全相同嘅驚嘆句式。舊約中，達味見到約櫃時驚嘆話，上主嘅約櫃點能到我呢度嚟？新約中，依撒伯爾一見瑪利亞就話，吾主嘅母親點能到我呢度嚟？句式、語氣、結構完全一樣。學者指出，呢一句係最難用巧合解釋嘅一句。路加如果唔係刻意寫，冇任何理由用呢個舊約句式。第三個平衡，跳躍呢個字嘅使用。舊約記載達味喺約櫃前面歡躍跳舞，而新約記載胎中嘅約翰一聽到瑪利亞嘅聲音就跳躍。更加重要嘅係，路加用嘅希臘文 skirton 正正就係70言士譯本用嚟形容達味喺約櫃前跳躍嘅同一個字。呢個唔係日常用字，而係宗教敘事專用字，意思非常清楚。胎中嘅約翰正如達味一樣，在天主臨在前歡躍。第四個平衡，停留3個月。舊約話約櫃喺奧貝德厄東屋企停留3個月。新約話瑪利亞喺依撒伯爾屋企住咗3個月，時間完全一致。如果只係一個巧合已經好難，但4個同時出現只可能係刻意寫成嘅神學平衡。第三部分，學術界點樣理解呢個平衡，呢一點非常重要。呢個結論唔係天主教內部自說自話。世界級聖經學者 Raymond Brown 喺 The Birth of the Messiah 入面明確指出，路加嘅訪親敘事清楚包含達味迎接約櫃嘅典故。Scott Hahn、Brian Petra、John Bergsma 等新約學者一致認為，路加係用約櫃語言將瑪利亞呈現為新約嘅聖櫃，甚至連唔少新教學者都承認文本平衡確實存在，而且極具說服力。所以結論唔係天主教話瑪利亞係約櫃，而係聖經作者路加本身就係咁寫。第四部分，如果瑪利亞係約櫃，咁邏輯上必然發生乜事？呢一步係最關鍵嘅推論。舊約約櫃係點樣？必須用純金包覆，唔可被凡俗觸碰，玷污者必死，係天主臨在嘅核心。呢啲要求唔係人定，係天主自己定。而瑪利亞如果真係新約約櫃，佢唔係承載石板，唔係承載法律，
而係承載天主聖子本身。問題就嚟啦，天主會唔會容許一個被原罪污染嘅聖櫃去承載佢自己？如果你話會，咁你就要解釋點解。舊約嘅傷都要純金，新約真實天主反而可以用被罪污染嘅母胎，呢個邏輯完全講唔通。因此，聖經內部嘅邏輯只有一個可能：既然瑪利亞係新約約櫃，佢必然從生命開始就係純潔無瑕，未被罪觸碰，亦即無原罪。結論。所以，當我哋將所有證據放埋一齊，路加刻意複寫約櫃敘事，四重平衡無法用巧合解釋。學術界一致承認文本關聯，約櫃本身必然純潔，瑪利亞承載嘅係天主本身。結論就唔再係天主教信唔信，而係如果你認真讀聖經，你會發現聖母無原罪係聖經敘事自然得出嘅結果。最後一句可以記住：舊約嘅約櫃承載天主嘅臨在，新約嘅瑪利亞承載天主親自。如果木箱都要純金，天主之母點可能唔係純潔？願光榮歸於父及子及聖神，起初如何，今日亦然，直到永遠。阿們。